大家狂敲碗點購率破表的八寶丸終於回歸。新福隆海鮮餐廳這家台南知名傳統辦桌的老字號，為了傳承這道功夫菜，也是早期被視為富貴人家的山珍海味，以職人手作的精神，真材實料的大塊食肉、鮮蝦與花枝薑的奢華內餡，搭配獨家配方，並堅持用古早蛛網紗來手工包裹，相當費功夫。我們裡面有包新鮮的蝦子啊，花枝薑，就是要增加它的咬勁啊。因為蝦子啊也是很重要，因為就是怕說裡面會有那個發粉的，我們都是用新鮮的啊。外面的那個八寶丸他們都是用肉下去包啊，甚至現在有的人以為伊較簡單跟較緊的，伊就是做咧包網絲。其實包網絲是一個功夫菜啊，真的少年人他不愛做這個古早味啊，所以近期因為是第二代阮長輩有叫阮一定愛把這個古早味流傳下來。為迎合消費者送禮自用的需求，暑假期間餐廳一次大概都會製作200多公斤，動員外燴廚師用高溫油炸，外皮呈現金黃色酥脆無比，內餡則是軟 Q 飽滿多汁的口感。廚師們趕工，消費者還是秒殺，供不應求。愈吃愈好吃啊，愈來買，攏我買講老闆娘老家囝女兒我講那個阿姨減買寡啦，伊會開始我講只要你是好吃，我攏甲伊塞進去。所以人客攏是一寡食習慣的，因感覺無加貴，感覺物件是食品質、食身體健康。啊，你物件一直傳承到今遮濟，當這足濟人就是攏北部攏叫阮的囝去做送禮，啊，所以阮就尾仔推出就有一個禮盒式，安尼送。兩位新福隆餐廳的幕後功臣，延續傳統，堅持自己不要吃的不能給客人的信念，加上選購大成油品，不回鍋油炸。雖然東西可能比別人貴一點，但用料絕對實在，要讓民眾在家就能享受經典辦桌菜。記者郭恩吉台南報道。